胡说八道。很多同学都说你脾气好，是真的吗？是的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脸大，翻脸翻得慢。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很多同学都说你脾气好，是真的吗？是的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脸大，翻脸翻得慢。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
terus, muter, terus, muter, terus, muter, ya, terus, muter.